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1首，无行歹人道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那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要用阮的心思意念，阮的全心灵来感谢学罗你。阮看见你对阮即个土地所赏赐的各样的福分。愿献上阮的学罗，阮也要为着上帝，你为着阮所徛起即个地球，你所安排的种种的好事，愿来感谢学罗你。愿看见你用大风，将阮所造成的遮个有的垃圾来清去。阮也看见主，你用雨水来补足阮的欠缺，互阮打扫的土地会当搁一摆来得到润泽。阮也看见上帝，你用地动，你用种种的现象来提醒阮世间人，互阮着知影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主上帝，是你咧掌权。阮人伫主你的管辖的下面，是遮尔无力，是遮尔智微细，是遮尔软正，是遮尔有限。互阮一摆搁一摆，透过上帝你的作为，来省察阮家己失去敬畏上帝的心，
伫主的面前，搁一摆来悔改认罪，因为阮时常袂记得上帝你的恩惠。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早起，阮受阮的囝儿、查某囝，互阮会当分别即个时间做圣，互阮来到主你的殿堂，伫即个所在，阮用诗歌，阮用祈祷，阮读你的话语，阮献上阮心灵的祭伫你的祭坛的头前。愿你欢喜接纳阮伫你的面前所摆上的。伫即个时，恳求圣神，你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你监察阮，你体贴阮，互阮心灵忧伤的得到你的安慰甲鼓励支持，互阮重新搁一摆会当来恢复阮的快乐，互阮心内欢喜快乐的，愿你也来支持阮。互阮会当搁一摆为着阮的生命所得到的得意的事来献上感谢。祝阮这时，阮众人拢伫你的面前幸福。愿主你的灵就运行伫阮的会中，你欢喜阮所献上的礼拜。今仔日是阮文字传道的纪念主日。阮少年伫150几年前，甚至伫300-400年前，主你就差派你的使者来到台湾这个岛屿，为着福音的缘故，用文字将福音留落伫这个岛屿，互阮的祖先，互阮徛起伫这个岛屿的无共族群的人，拢会当透过文字来得到福音。今仔日，阮也着爱继承这款重要的使命，互阮会当透过文字，将福音来讲传。少年教会对上帝领受侪侪的任务，阮毋敢看轻这个使命，阮也着伫这个使命的顶面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堪一甲你来同工。互阮会无论伫文字，无论伫影视，无论伫网络，透过遮个会当将福音来讲传，会当将阮所对上帝所领受的救赎的福音，会当甲阮的同胞、阮的兄弟姊妹来分享。阮所做袂到的，愿主你来补足阮。你也来坚固阮的骹骨，互阮的手所做的工得到你的坚固。祝阮的祈祷无完全，这个时阵，阮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来祈祷。咱这时阵，咱要做伙来交托启应文第24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4篇，也是诗篇119篇，请咱迄条做伙来交托。所行完全遵趁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
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起伊的所行？就这你为细日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言语藏伫我的心内，免得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引述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我，我伫梦中已做得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伫我的苦难中灭亡。我疼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今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互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免。咱过来吟圣诗183首，圣诗183首，圣经亲像一面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圣歌队带咱做伙来学罗上帝。
一切恶乐拢归伫天顶的上帝。请咱来共读圣经，伫旧约传道书12章第9节到14节。旧约传道书12章第9节到14节。伫现代中文译本旧约的部分854页，854页，请咱迄就会当做伙来共读。传道书第9章12章第9节，总是传道者是明智的，伊继续将家己所知影的教导人民，伊研究箴言，考验伊的真实性。传道者找求激励人心的话，忠实将真诚的话写落来。明智的人的话有独特的功效，亲像各样的人手中一支带着刺的棍。伊所编写的箴言坚定不移，就亲像钉了真稳固的钉仔，拢是人类的大牧者上帝所赏赐的。年轻的人啊，阁有一项事，你应该留心注意。著作是无穷尽的，读册过度会互你身体亚烂。一切话拢讲完，总结一句：着敬畏上帝，谨守伊的命令，因为这是人人应尽的义务。咱所做的一切，或是好，或是歹。连迄上稳捌的事，上帝拢要审判。以上是上帝的话。今仔日咱真欢喜，教会广播社的社长彭兰亭牧师，伊伫咱的礼拜中要传讲上帝的信息。伊今仔日所要讲的信息是用正直传写主所欢喜的诚实话。请咱安静的心来领受。弟兄姊妹平安。我抱着一个真感谢的心，感谢主，会当搁一遍代表着台湾教会广播社，甲咱双连教会兄弟姊妹来敬拜咱的上帝。伫这几年中间，阮常常得到咱双连教会真好一个款待，恁对阮关心，对阮带导，为着阮来奉献。今仔日是即个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我有缘要请大家继续为着阮来支持。所以伫咱周报中间有夹一个请安函，内面有将教会广播社目前的做事工，拢一记载伫顶面，请大家当来看。这需要真多一个费用，真正需要侪人来关心。伫遮呢，我嘛真感谢咱双连教会，咱共同咧努力一项代志，就是伫咱即期的教会公报顶面有写着双连教会8月2班致力守护讲母语，这是伫长老教会内面真要紧的一项代志。由双连教会来做这项代志，是真好，真做是个长老教会一个领头羊吼，来保守、来确保着讲即个母语的一个传承。真感谢双连教会，咱真努力咧做这个代志。伫咱还未开始咱今仔日的一个圣经的主题进前，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权的上帝，你看阮是宝贝，你将上好的赏赐予阮。这个时阵是阮要领受到圣经顶面的教示，然后也要将这个宝贝的福分，甲所有人相甲来分享。愿你是阮祝福，愿这信仰真辈，因用血用肝正做目接所写落来记事，的确鞭拍着阮的心，帮助阮，也帮助众人，更加会当荣耀主你的名。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现代即个奥林匹克的运动会，伊是对1896年的希腊雅典城来开始。每4年来举办一遍。对迄个时阵开始呢，伫即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上尾一项的比赛，
就是叫做是马拉松的一个招标。这个马拉松呢，其实伊是要纪念伫主前490年，迄个时阵有一场战争，就是波斯人占希腊人的一个战争。迄场的战争呢，迄个时阵呢，波斯的军队用要占领着当时的全世界，特别对希腊一个世界，安尼甲伊拍甲密密麻麻。希腊只有剩2个城市，其中一个城市就是雅典城，另外一个城市是斯巴达。雅典人呢，因为着要维护因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伫西元前490年，因要来维持即款的一个制度，因就真勇敢，用真少的人来对抗波斯的军队。因伫上尾一场战争，关键的战争就是即个马拉松即个边缘。伫即个马拉松即个边缘战争的时阵呢，当希腊的军队雅典人因得到胜利了后时阵，爱真赶紧将即个消息讲甲伫雅典城内面的即个兄弟姊妹因的人民知影。因为咱知伫迄个时阵无即个直播啦吼，即摆有直播，因就随着知影讲什物人赢。但是伫迄个时代呢，因需要将即个消息真准确去甲雅典城内面的人讲是安怎呢？因为伫迄个时阵有真侪谣言，伫雅典城内面有真侪人为着家己的私欲，为着要掌权，也是为着讲遐心神不良的一寡人因拢认为讲咱得投降。所以有一个真勇敢一个战士叫做菲利彼得斯，伊用伊最后一个气力来走即个42公里，搁195公尺。所以即个42公里，搁195公尺，正做是即马真侪人咧做即个马拉松运动的一个距离，其实就是迄个时阵即场战争对马拉松的边缘到伫雅典城的一个距离。当即个菲利彼得斯，伊真勇敢、真认真伫遐咧走到雅典城的城门口的时阵，来讲一句改变历史的一句话，伊就讲：咱胜利啊！当伊讲即个咱胜利了的时阵，伊就因为气力无去，就全倒伫遐来过身去。是安那即句话赫尔重要头拄我已经有说明，有真侪人伫遐做真侪一个谣言所以当伊讲即个咱胜利的时阵，会当讲即个菲利彼得斯，伊是用伊的政治，用即个政治呢来写即个无写，别人甲写落来，伊通来用讲的即个欢喜的诚实话。所以咱会当知影讲，咱来用政治写，也是讲通欢喜的一个诚实话，会来改变着历史。伫迄个无通讯设备的时代一个人需要开赫尔大一个心血，甚至牺牲性命，互人得到消息，真感动。总是呢，互咱看见着咱即个时代常常咱真方便，但是有一句话安尼讲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会当互船伫迄面顶安尼来继续前进。总是呢，水嘛会将即个船甲伊冰倒。即句话是啥物意思呢？因为即个真方便的一个通讯的一个设备，往往嘛造成人甲人之中间一个真大一个紧张。因为有当时咱得到消息真多真丰富，但是敢有影真正真的确真正真正确咧？如果一个传道者，也是讲一个文字的工作者，也是咱每一位要诚做是上帝使者的人，咱讲的话若无正直，若无用正直来讲即个诚实话，就亲像创世纪内面即个埃甸乐园迄尾毒蛇共款。会记你迄尾毒蛇来对即个妇人人讲什么款的话呢？伊甲伊试探，伊来讲一句话，讲恁食的日恁的目睭就会开然后咧，恁要亲像上帝分别好歹。这是毒蛇对即个妇人人所讲的话呢。伊讲了，敢有毋对？甲想想，当时真正目睭会开呢。但是这无用正直来造成人甲上帝之间来造成真大的一个隔离，无用正直的话会扰乱人的一个心。我请大家继续来看伫咱现代，伫咱台湾嘛，常常咧发生这个代志伫今年这个是今年的消息，拄2个月前，伫2个月前的透早我对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赖的群组内面看到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呢，
伫一当前已经伫公报已经有做证实过啊。啊，总是咧团一年了后，到伫今年5月15日，就是2个月前。啊，检查咱有真侪兄弟姊妹，咱嘛有看到即款的一个消息。这消息安怎写？伊写讲吼，台北马偕病院表示，吼，阮有一个资深的医师，伊咧讲，伊讲吼，你毋通食沙西米，毋通食生鱼片。你若食这沙西米吼，你的胃内面会有真侪即个海藻虫，啊，对你的身躯有真大一个影响。哎，我看了是足无平安。啊，莫非我的身躯内面吼，全部拢海藻虫？吼，也是讲我本身就是一只海藻虫。啊，但是即个消息一直传，我请大家继续来看一下吼。伫去年2017年，咱看后一页吼，请咱毋通去传啦吼。2017年6月28日，伫教会公报已经做即款的一个消息，一个报道。哦，啊，即个报道就是真正澄清。哦，因为伫1年前。啊！我看共款是对即个赖内面看到即个消息的时阵，我就请到马偕病院。啊，结果咱即摆会当对马偕病院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顶面吼，因有做澄清。第一，阮无发即款消息；第二吼，歹势，马偕病院无即位医生；第三吼，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度医学证实讲啥物食沙西米就有啥物海藻虫影响到你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啊，咱想看觅咧。现代资讯遐尼啊方便，遐尼发达，总是咱若无认真，也是讲咱无用一个正直的心来面对每一项代志的时阵，互咱每一个基督徒，逐工都咧犯10条诫命，倒一条做假见证。所以今仔日啊，透过着这段圣经节，互咱搁一遍咱来深深来反省。圣经传道书的作者啊，这当讲是所罗门王伊所写。所罗门王伊来点出着人生真正半的无奈啦，真无奈。好像人生就亲像一场梦，人生就亲像一出戏。但是咱看到上落尾的时阵，伊煞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安怎写？伊个到结尾的时阵，伊互咱知影，不管如何，人生要紧的，就是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个就是人招庇的本分。安那无奈，上要紧就是你若来谨慎守伊的诫命，敬畏上帝，这就是咱招庇的本分。如果咱今仔日，咱用一个改革中的一个信仰来看的时阵，什么是就是这个招庇的本分。这个招庇的本分，通甲咱讲咱要用正直来讲来写，互主通欢喜，嘛互人欢喜的诚实话。这就是迄款招庇的本分。咱看这段圣经节，我有3个部分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部分，咱看见到伊伫遮咧写，讲有知识，有智慧甲是百姓财物。什么是有智慧甲是百姓财物？咱大先来看吼，智慧是啥物？有人咧讲吼，你智商偌悬，总是咧头壳内面。这个会当用数字来测出来，安尼叫做智商。但是有一个无法度用数字来测出来，安尼叫做是咱的智慧。这个智慧无法度用数字测出来，总是呢要对倒位来得到真大一个保证。这个保证就是讲，因为咱看圣经，咱认捌上帝，敬畏耶和华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根本。那今仔日咱会当看起讲，文字的工作嘛是咧帮助咱。读圣经，了解圣经，来避免讲咱夜香对拜，那别人安怎讲，咱就安怎听。所以伫遮来想起着讲，伫教会公报社的创设者巴克的牧师，当伊要创设教会公报社进前，伊有一段记事。这段记事就是讲，伊到伫迄个时阵的后山大东金公河的所在。金公河就是即摆的一个成功啦吼。这个巴克的牧师伊到金公河，伊去看到一项代志，是啥物代志呢？当时有一个对屏东阿里港姓张或者张元春的兄弟，伊到伫金公河迄个所在，伊用啥物款的方式为着人治病呢？伊帮人祈祷，然后互伊啉一杯清水。真正伫金公河遐有一个船长，因为食鸦片，
然后下句袂好，这张元春真正的来，我奉主的名帮你祈祷，有好无？真正有好，然后佫互伊啉清水。哇！这船长感动信主，咱知影伫早前若船长信主的时阵，规庄头全部拢来信主。哇！实在是感谢主。总是呢，这个张元春呢，伊毋捌圣经的道理，就特别拢要帮人祈祷，然后用清水互人啉，结果念伊就无效去啊！无效要安怎？全部的人拢跋倒。巴克的牧师去到遐的时阵，才发现讲当时张元春家己本身无受洗礼。这个无受洗礼有偌要紧呢？因为早前咱知影讲咱若要洗礼，进前爱做啥物代志？问道理啊！啥物叫做问道理？你要对这个圣经基本你爱了解。你嘛爱了解，讲咱所信的上帝，啥物是上帝？啥物是主耶稣基督？哇！结果这个无问道理，嘛这拢无清楚。所以有这项代志发生了的时阵，当巴克的牧师伊转去到台南府城迄个时阵，伊就真大的一个感动，伊更加来想讲要来透过着文字，互侪人会当家己来明白圣经顶面的一个教示。咱来看一下顶面就说是伫迄个时阵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咱今仔日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正式来用白话字。上帝真疼惜台湾人，伫迄个时阵，台湾人大部分用即个台语来讲话时阵，巴克的牧师无叫咱爱去学英语，伊就讲我来学恁所讲的话，用白话字来开始来写。看一下所以伫迄个法刊书顶面就写讲，恁家己会当读圣经，会受到圣神的一个感动。虽然无人讲到互恁听，恁嘛会当明白上帝旨意。来看一下。而且伊嘛写讲可惜即个汉字真歹学，所以阮另外设法用白话字来印册，互恁会当较简单来了解。后一下直接继续来写讲恁来出力学习白话字，来看后一下后一下写对。小上拢尾时阵，伊就讲到爱学即个字，毋通看轻伊，所以咱看见。第一个部分，我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这是有智慧来教示百姓财物。这文字就是即款的一个用意。虽然阮常常虽然真智意，用真正直来写这诚实的话，嘛有出了真多一个差错，爱向人回实的。但是阮相信，这是用即款成做一个文字事工的一个保证。咱来看这段圣经节第二个部分，要互咱想啥物呢？第二个部分，咱看见到传道书的作者，伊咧讲这个是静静想查考，佮照处事排列，侪箴言。这段互咱想起到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伫第1章第1节到第4节，伊嘛同款有即款的心志，就是讲当时写落来即个文字，对人要帮赞，要互咱所相信讲咱所信是真。咱看见着路加福音书的作者，伊安尼咧讲，伊讲这是要写互提亚非罗大人呐？有即个人有，总是咱来看原文，知影讲这提亚非罗的意思是啥？提亚非罗是咧甲咱讲上帝所掠做宝贝，尊敬上帝，安尼叫做提亚非罗啦。所以咱今仔日在座咱逐个拢是提亚非罗，要写互咱看，然后才是照处事详细查考。路加被人公认是一个医生，医生有用医生的一个用词，所以咱若看到讲这个详细查考这几字，其实是医生的用词咧讲，好亲像一个法医咧验尸体，遐尼顶真，安尼叫做详细查考。你影这，互咱想起着讲，咱得爱透过着这个文字，检查是圣经，检查是信用前辈因所写来。要互咱认捌的这个话语，诚做咱的帮赞，咱嘛会当对别人有所帮赞，才会当来去做一个更较健全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社会。所以伫这个部分，互咱看见，讲因的目的，就要互咱知影讲所学习的道是一个正确的。第三个部分呢，到伫上落尾这段圣经节，我想要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讲这个题目，照正直写。通互主欢喜，也互咱家己
会当欢喜的一个诚实话。这我想起着伫2006年12月公布捌刊一个消息，这个刊这个消息是安怎？就因为迄个时阵玉山新学院拄着真大一个财务的一个困难。伫2006年的12月的时阵因为这个薪水发袂出来，迄个月就欠300万。你想讲，公布会当写什款的文字对玉山新学院帮忙？拄我咧想即项代志的时阵，玉山新学院院长佮因为带遮个学生、老师去到因拢需要做即个劳动服务啦，家己去挂草整理遮个环境。无拍算讲，即个布辛达利院长伫即个伫劳动服务的时阵，却叫毒蛇咬着，哇，险无命！迄个时阵我知影就讲安尼即声好毋是伊去互蛇咬着好啦，就讲。即声这会当帮伊做真大的一个来互大家知影讲因的一个欠缺，甲因所拄着这困难。所以伫2006年12月，教会公报甲伊顶出来。我去甲记者讲你爱找一张这布辛达利牧师伊安尼伫病院真需要人关心的一个画面。你听这，当即篇报道出来的时阵，伊的300万全有。台南有一位医生真感动，伊全为着玉山新学院奉献250万啦！哇，感谢主安尼来解决因的问题。当我咧甲我的同工咧分享即项代志的时阵，因为咱知每年若到伫年底，公报社会足烦恼，讲今年到底是会当安尼过关，还是袂过关？有即个麦拉斯的数字出现无？我咧讲即个故事了，即个代志了的时阵，我咧同工全甲我看者讲，社长。不然你也被蛇咬一下，我是无互蛇咬着啦总是到2006年的时阵，感谢主，上帝恩典教也原用，这中间呢嘛包括着咱双连教会真大一个支持，所以我来到双连教会实在是满心的一个感谢，因为恁的支持关心，才互公报社会当继续安尼持续来进行。所以上落尾，我要讲照正直来写这个。欢喜的诚实话，是要互遮个听主的人拢得到利益。咱来看后一个这句标语呢，是我真喜欢的一个标语。这句标语嘛是咧讲用正直的话，要用正直来写诚实话，就是要互人会当得到真大一个鼓舞。这个标语顶面安尼写讲 Keep calm and carry on， 伊是咧讲保持冷静，持续向前。这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阵，当德国的飞机到伫英国各所在安尼轰炸，炸甲英国密密麻麻。英国的首相含英国皇家咧想讲要安怎，要用什么款的言语来对这百姓鼓舞，会当继续来为着这场正义的战争来继续来奋斗。原来想起着这句话，讲保持冷静，持续向前。咱来看伫出埃及记第14章14节，咱会当看到即句话。即句话当然毋是写 keep up and carry on 啦出埃及记14章14节，伊是安怎写？伊写讲恁恬静无出声啦，为着恁征战什么人？是上帝，是耶和华上帝。当以色列百姓拄着迄款后壁有法老王的追兵，头前有红海过袂去的时阵，先知对因讲。恬静无出声，上帝要为着恁来征战。所以今仔日咱倒转来看到，讲传道书的作者讲，虚空的虚空，人生一切拢好亲像是一场梦的时阵，但是到上头尾讲不管如何，咱要紧的是要来行上帝道，互上帝甲咱引带。咱嘛伫这中间的常常要安尼讲出着讲，迄款通互人得到望，就亲像上帝真实永无改变的话语，随时对咱的一款的一个安慰。到伫上落尾了，我要请大家来继续来看目前台湾教会公报社台南门市的一个状况来，我要互大家来看，这是目前教会公报社所咧做的一个改变。过了真久的一个时间，阮的一个改造，到伫旧年的一个差不多9月，拢已经完全有完成。
嘛真感谢吼，咱教会路长了嘛有带一阵七星中会妇女到伫阮遐参观吼，将阮的足侪物件吼，拢甲阮备下架啦吼。这请大家看，讲即马台南有一个打卡新景点吼，就是教会广播的头前。吼，阮用咧真大一个册，甲做骨牌啦吼，咱看有一页。吼，嘛有一个即个图样吼，是将原本台电真歹即个变电箱，甲用第一台印刷机的图零件图甲包起来。好，咱看有一页吼。足侪人爱到阮伫遐，到广播社去做即个印刷机的一个体验。咱看有一页吼。包括着有两遍的即个国际册展吼，足侪人拢伫迄个所在吼，因着了解讲哦，当时台湾第一张报纸是用白话字写，当时这是甲教会有真大的渊源。咱看有一页吼，好，即摆这是1楼迄个所在吼，阮做一个历史整个一个文字发展的一个历史。咱看下一页吼，好，即摆有做真侪文化创意的商品，就是5万这个商品吼。会当摕到咱的厝内面，特别阮即摆有做一块吼，白话字的一个主的祈祷文吼，会当互大家做参考。来，咱看有一页，这是亲子阅读区，互爸爸妈妈带囡仔做伙读册。咱看有一页，遮有一个铁牛车吼，这变做是小朋友的秘密基地啦吼。来看下一页，这条真大地一个十字架岛啊，是真5万讲咱每一个人。知影讲，咱读册了后，其实是爱学习主耶稣基督那安尼来服侍正人读册才有意义啦吼。好来，咱看一个，这是另外一个所在所以即马台南吼，真侪人拢咧讲哦，台南有一个比成品更较成品的所在，就是叫做教会公报社啦吼。好，咱看后期好这是一个沙发区啦吼。当然有真侪长辈去坐了吼，全爬袂起来吼，因为这了后，阮全做一个改进。即马吼，互长辈坐椅徛咧迄玻璃后壁遐吼，会当坐安尼悬悬的，无迄个困扰。但是即个沙发区真足好坐吼，真侪人爱伫遐所在看册。但是就真正有一个事实吼，我来讲互大家听。检查咱的足侪咱的兄弟拢捌听过吼，有一工，真正我的同工就甲我讲社长，咱改安尼无好啦，我是安那无好。你毋知影吼，即马足侪人坐伫遮吼。咱开门了的时阵吼，冷气放落，伊伫遐看册，看甲足欢喜的。当一工要打烊的时阵吼，伊就甲书本放回去，一本册都拢无甲咱买，吼，太舒服了。我看是讲哇，感谢主。如果一个人若开一工的时间，坐伫遐看册，然后伊的生命得到一款的改变，你感觉这个较要紧，还是咱买一本册出去较要紧？爱听了就有影。广播社毋是用趁钱做目的。广播社是要提供一个更较好的环境，也是讲阮来做真侪好的一个刊物，会当帮助人来享受到主的一个恩典。这个中间也有得到咱双连教会真大的支持、真大的鼓励。恁毋若是奉献金钱，搁再要紧，咱敢知即马教会广播社的董事长是啥物人？即马教会广播社的董事长是咱双连教会主任牧师蔡正德牧师。所以吼，蔡牧师今仔下晝我若为广播社去募款，伊无伫咧，我头讲一句，那安尼吼，广播社经营了无好吼，双连教会嘛要负责任无吼？对。先感谢主，咱结连，咱为着上帝国福音，咱做伙咧祷告，咱做伙咧计划，嘛愿主继续施恩看顾。伫咱祈祷了的时阵，我嘛有一段影片。差不多有5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做伙来看，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满心来感谢，阮要学到你。阮心的跳跳，是因为迄个一字一字，就是你的话。亲像伫创世纪的时阵，你著讲，你讲要有光。就有光，阮着脱离黑暗，享受光明。主，你的话是权柄，也这个话，正做一字一字记落来。我要来掠条，伫这中间，也互圣神来感动，
阮每一个人看见即个，就知阮人生要紧的无别项，就遵照你的道理来行，要互阮得到喜乐，互阮得到愿望，也得到永远活的生命，献上阮的感谢。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也是做我拯救的主，出来支持十个奖20个。真感谢上帝吼，互公报社当出这2本儿童的8节的这个金句，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开始通过这个上帝的话，无论通过念的、通过背有上帝的话刻掉伫因的心伫咧因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常常拢有上帝的话，成做因的陪伴，成做因的祝福。我感觉这是一件对囡仔的生命真水的一件代志。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我，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若赦免辜负阮的人。通过咱看到这吼，这个主的祈祷文的白话字，我嘛感觉讲对咱的囡仔吼有真大的帮助吼。特别咱长老教会真重视这个母语的教学通过这个白话字，互囡仔自细汉就渐渐会当熟悉伊家己的语言通过这个白话字来学习台语互因无论伫讲话、伫读圣经、伫唱诗歌，拢会当用台语来成做因一个帮助。公报社它出版了一本叫做《充满我的圣经抄写本》，你要填写之前用祷告做开始，然后抄写的过程里面专心的读圣经，然后抄写完之后用祷告来做结束。透过这个样子，一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查经的灵修的生活。那其实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是觉得感谢公报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抄写本来成为他们的帮助。133年来，经过朝代的改变、时间的改变，这个文字的时间要怎面对现代社会，这嘛是需要公报社在思考的一个议题。所以公报社需要较侪人，咱来关心、来支持，互公报社继续来做光做盐，用光上帝第一人。公报社门市即项一个改变，上大就是望会当。公报社门市即项一个改变，上大就是望会当更较侪遮个迷信的兄弟姊妹，遮个迷信者，咱社会大众，拢会当行入来到一个充满着福音文化的一个所在。台南门市的地下室。所以目前公报社的台南门市的地下室，伊除了是一个礼拜的所在，阮提供互阮家己的员工的礼拜，或者是讲办小型的座谈会。除了这以外，伫地下室嘛，真侪时阵，阮来做画展、做摄影展的一个展示。到伫1楼的所在，大家会当去看见，这是用一个小型博物馆的一个概念。阮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来刻伫1楼。而且有做真侪这个白话字教学，互人做认捌。咱若到伫2楼的所在时阵，会当看见着讲，阮有一个亲子区。这个亲子区就是真望讲，爸爸妈妈你会当带你的细囝
来伫迄个所在，安尼真安静来享受甲囡仔是大人互相陪伴一个时间。公布社伫设立到即马100多年来，因上大的目的就是透过文字，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全台湾每一个角落。所以公布社，你要靠卖册来趁钱实在真困难，一定要逐间教会愿意帮忙奉献来支持公布社这个事工，好文字继续伫台湾逐间教会逐个所在来推行。真感谢主，也感谢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对台湾教会广播社的关心，你对阮的支持对阮带导。总是呢，台湾教会广播社永远爱坚持这种无人要做的代志，因为阮知需要有人继续伫这条路顶面来坚持，是为着要互这个福音更加会当广传出去。所以呢，当阮伫这个所在咧坚持做更较好的一个福音刊物的时阵，也恳求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阮来支持，为着阮来带导，为着阮来奉献。咱做伙伫上帝国的这条道路顶面，咱互相来提携。多谢大家。愿上帝坚固广播社所有的员工、同工伫遐所着磨的。这时阵，咱来吟圣诗338首，圣诗338首。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请咱继续来吟传诗。耶和华是我的快乐，是我的希望。Oh
谢。这时阵要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第一摆来到阮中间，甲阮做伙敬拜上帝的兄弟姊妹。教师伫外面还袂填写内面的留名卡，请你这个时阵会当用淡薄的时间，将你做前内面的留名卡，请你摕来填写，确定交互阮修奉献的执事，互阮有机会通好甲你熟悉。这个时阵来备办奉献。今日起日，咱做伙来感谢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疼痛的下面，互阮有缘坚固阮家己，互阮会当受到你的鼓励，互阮每一个礼拜日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但愿要用你所赏赐互阮的来献上伫你的面前，愿阮所献的得到你的欢喜甘乐。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搁一摆来报告
本主日是咱总会所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咱感谢台湾教会广播社社长彭兰庭牧师代表广播社来咱本会第1场、第2场、第3场礼拜的正道请安甲报告，愿上帝赐福广播社所做文字宣教事工。咱这时阵嘛真多谢，咱用拍拍来多谢彭牧师。咱主任牧师、蔡正的牧师拄则有讲，就是咱的广播社的董事长吼，伊本日是去松山教会遐正道请安吼。七星中会第67届第3次会议是伫7月16拜一早起10点，伫马街病院第1讲堂召开。咱牧师团洪德长老甲苏无仁长老，因2位是台籍长老。要做伙前往来参加这个会议。四小的牧师伫7月16到21，要带领21位儿童甲少年学生，以及3位同工，要去宜兰东山教会举办短宣的宴会，伫7月21倒转来教会吼，所以请咱为因来代祷，愿主赐福带领。具体关怀第一，咱来恭喜本会会友陈明忠兄弟的千金，陈世敏姊妹甲邱凯华兄弟，要伫7月28，就是后礼拜6下午3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来举行结婚的感恩礼拜，愿上帝赐福新人甲因的全家。第二，翁建峰牧师就是早前伫咱遮做传道师的翁建峰，伫7月22后主日下午3点半，要就任台北中会赤峰街教会的第8任牧师，愿上帝赐福伊坚固伊伫遐所做的工。第三，本会会友陈延斌兄弟伫7月12安息主怀。请咱兄弟来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来看第5页青少年牧区的事工，7月19到21有7位青少年到阳明山来参加精兵协会福音战斗营，请咱大家代祷，互因伫迄个所在有真大的受造就。咱所有的装备课程，请咱来看，咱定伫周报的第10页吼，请咱来看。咱即阵来掀开第7页，遮有团契的消息。今仔日中昼12点50有椰子、鸡蹄、腐乳、嘉南、嘉拿天母小区葡萄树小组的联合聚会。今仔日讲题是家庭祭坛。这个所在，请咱的各单位来看用餐的所在，妇女团契的用餐的地点，请若无参加其他团契来会当到804教室来用餐吼。好，嘉南团契7月22后主日的中昼的聚会，有请赖福顺教授，伊要来讲神助自助。以上报告，来请梁维珍牧师来介绍来宾以及牧养代祷。各位兄弟平安。伫遮代表少年教会来欢迎第一次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甲新朋友。第一位是高玉女士洪玉豪长老、洪玉豪长老的朋友，伫大安教会来聚会，伊伫台北来旅游，请你起来，互阮来欢迎你，好无？伫倒位？伫遐，咱拍谱来甲欢迎，也请隔壁兄弟甲伊握手来甲欢迎。请坐。好，第二位是一对夫妇陈建中
甲小谷女士吼，因伫南崁长老教会聚会嘛，来到台北伫头前个所在，咱隔壁兄弟甲握手，甲因欢迎，请坐。第三队，伊嘛是一队的，就是施养才、施永才甲林碧芬，因本来伫芝加哥的大福教会伫遐聚会，来转来台湾。而且的头前个所在，咱拍拍欢迎，也请隔壁兄弟甲因握手来欢迎。咱中间也有其他的新朋友，也是过路访问的兄弟无？你若无介绍着，请你起来，互阮来做伙欢迎你，好无 ？OK， 好。若无的时阵，咱就要来做无用的代祷，也伫遮搁一摆提醒，伫第三场礼拜了后，咱伫教会礼拜堂的头前有特别的代祷吼，个人代祷的服侍，所以你若心身有需要，请你也留落来，互牧师甲整个同工甲恁做服侍，互咱伫教会的关心甲代祷内底，搁一摆得到上帝快乐甲恩典吼。今仔日咱伫咱中间是文字纪念主日，所以咱要伫遮。除了一般的代祷了后，也为着教会广播社甲整个台湾的文字事工来代祷吼。对我来讲，这是足有感觉的所在，因为我的阿公刘秀德牧师甲义职工黄武东牧师，拢伫广播社伫早期有做过主笔，就是写社论的吼。我本身也常常伫广播社来祷告吼，我们默契好到一个地步吼，他们已经不会寄稿费来了，他们都会直接寄奉献证明来，然后加一份公报安尼，所以很有默契吼。咱过来这个《无为连传》也要甲广播社合作来出版，也请大位为着咱教会甲广播社文字的事工来代祷，因为文字就去到咱袂当去的所在。咱伫做上帝的工，咱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用话语创造的主。你讲有光就有光，用光成做阮生命的快乐，通看见真理。主求你继续使用广播社整个的事工，互搁较侪台湾人听见福音的好处，认捌真理的道路来跟对你来行。互因的生命得到光，就无搁伫黑暗中来行走。主为着整个教会需要，无论伫心灵也伫身体需要，兄弟献上阮的祈祷，愿你医治的快乐、改变的快乐，成做因的帮助。阮看见教会有喜事，也有丧事，愿阮会当甲欢喜的人同欢喜，甲哀哭的人。做伙伤心，诚做因的安慰。愿阮伫祈祷内底，就甲阮的主同工，诚做即个世界的祝福。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来吟上言的诗、祝福的诗，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同心来领受。但恁已经听见着圣经顶面的教示，就通安尼来行。这个时阵，我也要好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安尼讲，答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创造天地上主的慈悲怜悯疼叹。
就照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甲伫地，交伫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咱大家默祷谢恩，恭受切恳。